华山金会嘉义爱心天使站11月30办理帮助一个站守护老人建站计划，为了就是希望募集到服务站的储水，欢迎留伫遮继续服务嘉义区在地70多位孤单长辈。华山基金会呢，从50几位的那个长辈，我们现在服务到现在已经有72位的长辈，那其实人数还在一直陆续的增加中这样子。那其实可以得知，我们其实社会上还有很多需要照顾的长辈，阿公阿嬷他们其实都还不知道这个管道呢，也需要社会大众来跟我们去做一个通知，或者是我们站长的部分也会更努力的去外面去做寻找，让更多的长辈可以得到更完善的照顾。今年其实强推的一个就是福气专的建站计划，因为一个天使站可以在当地设立一个服务据点，希望就是可以拉近与这些弱势长辈的距离。我们的天使站其实存放了很多民生物资，还有包含阿公阿嬷所需要的这些辅具，都希望借由一个天使站的在地设站，可以帮助这些阿公阿嬷更快的得到资源。这次建站活动也得到当地里长杨定昌以及爱心企业联合的公社响应，率先领官建站福气专，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号召更多有能力、有爱心的朋友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现在也都是工商社会，小孩子也都不在父母亲长辈的身边所以说真的是需要我们像这种华山基金会这种机构慈善机构，可以来为我们这个做一些政府比较不住的比较看不到的地方做一些深入的一些帮助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活动来抛砖引玉来为我们这个华山基金会的站点来继续支持很感谢今天华山基金会对我们这些老人家的一个照顾，尤其是在社区里面不足的地方，由华山基金会当我们的后盾，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完美。不止大人出钱，当地小学、延平各小小朋友嘛出力，卖力演奏战歌，让在场长辈感受到热情活力。因嘛特别留落来，甲长辈分享拍鼓的技巧，用家己的方式来关心家己社会长辈。基会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关心长辈行列。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